中华路桥附近发生死亡车祸，一个驾驶连续弄到乌托拜，甲另外一台轿车，造成2个人死亡。警方正在调查敢有食毒。总统赖清德去拜访史瓦蒂尼，昨是去皇家科技园区邀见属国的王母，伊嘛邀请王母搁再来台湾佚佗。劳动节过了，台股今仔日上悬冲到40711点，台积电盘中上悬2285块，专家提醒市场可能会有大震动。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7日中昼新闻，我是麦尚莹。头起先来关心的，就是彰化市中华路桥这附近的，今仔日透早4点外是来发生一场死亡车祸。这是一个姓郭的驾驶，伊唔知影什么原因，先去弄到一台乌托拜，佮冲去弄另外一台轿车，拢总是造成2个人死亡。那警方是表示讲，这个姓郭的驾驶伊是无食酒，目前还搁咧调查敢有食毒。乌托拜徛伫路的后壁，一台轿车驶真凶，自然的弄到机车，速落来规台车失控，弄到桥墩了后，佮弄到另外一台轿车，车祸弄甲真热啦，现场路苍苍，警消接到通报，随赶去现场救援。机车的部分是一名男性啊，年约64岁，左手截肢，然后左大腿开放性骨折。那路桥上面的对向的车子是一名女性啊，年24岁，也没有什么明显的外伤，但是也是呈现欧卡。这场车祸发生伫8日透早4点外，一位姓郭的驾驶驶伫彰化市中华西路甲晓阳路口，唔知影什么原因，先去弄到机车，佮冲去路桥，弄到对向车道的轿车，互弄到姓吴的机车驾驶，参姓王的轿车驾驶伤势严重，送病院急救，人嘛是救无回来。俩树的驾驶参互弄到的轿车身体受伤，俩树驾驶的老爸表示，对受害者家属感觉真歹势。我感觉歹势，较歹势，造成这个不良，对家属做歹势。初步检验肇事自小客车驾驶无酒精反应，目前该驾驶尚在医院急救中，无法实施毒品快筛。本分局已向地检署检察官申请鉴定许可令状，以厘清是否有施用毒品驾车之可能。警方表示，初步检验俩树的这个姓郭的驾驶酒测值是0，但是伊人目前昏迷在医治，无法度做毒品快筛，当咧申请做血液检验。警方要来厘清这个驾驶敢有食毒赛车。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来看花莲，这个查甫人是起酒痟，毋但是破坏救护车，佮哪像要来拍消防人员。嘛，因为消防人员在出勤的时阵呢，常常是传出受人攻击的代志，所以消防员工作环境促进会是呼吁政府要爱重视问题，嘛希望民众会当尊重救护专业。送瓷器比较快，好不好？对呀，赶快送到医院，可以不可以？一直要求救护人员赶紧把家己送往病院，验过无啊？过了后，这查甫人雄雄情绪失去控制。那怎么样？大哥，你现在我们要送你去医院。送医院就送医院了，我们没有凶你。大声喊休也行入救护车，敢若要拍救护人员，煞要用棍头攻救护车，也破坏这个护士啦。先不要动，先不要动，不要动。警消人员甲43人压低调咧，介送病院。这事件发生伫花莲吉安乡，初暗时43人伫咧厝甲朋友啉酒，连啉的煞拍起来，伊的手骨互刀划着伤。警消人员赶到现场要甲人送病院，结果伊烧酒醉失去控制，攻救护车。全案后续将依毁损及妨碍公务罪，将蔡男函送花莲地检署侦办。另外，初三台南发生徛家的火烧厝，警消去救援，却受民众向向提斧头被攻击警消人员。消防人员伫灾难现场，毋但爱面临环境因素的风险，有当时也需要防范人为的因素。消防员工作看要促进回讲，像是向向攻击、抢劫装备，甚至伫处理车祸救护时发生第2摆事故，拢是常常看的人为风险。我们不可能用道德劝说去说服每一个人冷静的去跟警消去相处啊！我们要自己有自己的能力去应对这些坏人，能力来自人力，没有人这些事情就是空谈。伫消署讲，消防员救灾拄到暴力事件，大部分爱挖苦经历保护，也不过警消拢有人员不足问题，造成互暴力对待、抢夺装备的意外也常常发生。呼吁政府爱重视人力问题，也呼吁民众爱将救护的资源留予真正需要的人，并且尊重这个救护的专业。记者综合报道。
有即个总讲这歹年当是搞小人，来看台南呢有一个老阿伯甲因姨啊冤家起冲突，转情绪失控，放火烧厝，而且佫举这波头要甲人攻击，甚至就连警消也互攻击到，拢总是有3个人着伤，而且佫较惨的是，这个老阿伯呢，伊佫驶这救护车浪降去，落尾互警方照杀人未遂等罪嫌，甲伊移送法办。徛在铁门后小到乌妈妈，外口油封锁线，台南南区新路路大青山中道传出放火伤人的案件。80多岁姓陈老大人来到这个民体医疗放火，刷落来佫摕波头攻击这户姓黄的住户。协报告场的技校甲警校也互攻击，有3个人受伤。救护人员一下来就被他砍了，然后这个火就是从外面这样烧进去。看到铁卷门有明火，那下车之后就是要协助消防车布线，看到有一名持斧头就攻击同事这样，然后我们就开始远离他。3名受伤的人分别互扑伤头、倒手等所在，好在送医了后拢无生命危险。根据了解，互攻击的住户是嫌犯的小姨啊，嫌犯亲像因为家庭纠纷，因素无稳出手伤人。他们要移民卖房子的问题，所以你还有孩子，你回去孩子那边住，孩子不接受太无路可走了。他钱都没有了。我迄个查甫厝要甲拖倒倒啊！因若爸死也已经厝细人个伊的名。嫌犯伤人了后，也驶走现场一台救护车，警方协报赶紧追捕。嫌犯将救护车驶到南港街徛街地下停车场，往围捕时也举斧头击捕，警方以辣椒水、棍仔等强制压制。强势将其压制逮捕，并带回侦讯。后续将依公共危险、强盗、杀人未遂、妨碍公务、毁损等罪嫌，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警方将人带回侦讯，赔偿案情，因为嫌犯有攻击性，除了以公共危险、杀人未遂等罪嫌移送。警方也坚称检察官声称有风险羁押。记者综合报道。另外，伫高雄钦天的新上国小站呢，初二暗时有2个查某人落车了后，转行伫咧这铁基路顶头，司机甲饲喇叭警告，这2个人才赶紧用走的来离开。高捷公司是表示讲，今年到当这民众装入钦天吊饰的，拢总是有3件，这款行为是违反着大众集文法，上悬是会当罚到7500块。初二暗时8点出啊，2个查某人就安尼带司机行伫咧钦天的铁基路顶悬，等到钦天司机饲喇叭，才赶紧用走的离开铁基路。这是高雄钦天的新上国小站。照理讲，民众坐到站了后，爱行斑马线去两边的人行道。这2人敢若是直接驶过护栏，行落来草瓦埔。对此，高捷公司表示，民众的行为已经违法。一度停车，鸣笛要求离开轨道后，列车恢复正常行驶。该民众的行为已经违反大众捷运法。依法可开罚1500元以上7500元以下之罚锾。高捷表示，今年1月到当民众无细致总入钦天铁基路的条数统计，人的部分有3件，车辆的条数嘛有3件。除了宣导以外，其实伫咧车头月台附近拢有做真侪告示牌，提醒民众袂使进入钦天的铁基路。附近民众讲，在顺路这段不定看到有人行伫咧铁基路顶，尤其是外国人，因为路草无实，看无指示牌的常接发生。因认为爱针对过路人加强路线的方向指示。他们其实蛮多人都不知道要走斑马线过去，他们都会直接沿着这条就一直直直走。我朋友来到可能都会看不到这边是轻轨的地方，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好像你说有一个明示的，就是配套或是怎样会比较好一点，其他外国人看到才不会比较容易闯进去。高捷讲，民众无细致装入钦天铁基路，敢若有造成条数的，才有列入统计。这也代表，亲像这2个民众的违规，唔知影有偌济件。对此，民众表示，因为钦天推送也无介久，大家也袂关心。若是会当加强过路人的路线指示，无论对在地人还是外国人来讲，拢会有帮助。记者柯家族柯超阳高雄采访报道。再来看这台北捷运板南线一帮列车呢，是昨发生这车厢的玻璃隔板破去的情形，涂骹全部拢是脆玻璃，加在是无人受伤。北捷是表示讲，这隔板呢是安全玻璃，有可能就是长期使用才会必顺去，才会来出这个意外，所以后手会搁全面来检查。袂少旅客若是忝爱困，定伫咧坐车时阵，甲头壳靠伫咧边仔东帮休困。不过，即款的做法以后爱多多来注意咯。车厢内底崩一个真大声，东帮破去，碎玻璃散到规头骹，现场旅客拢惊一个。破裂的地方的左前方坐着，我这样戴耳机就听到嘣一声。如果
是礼拜一的话，工业区会有很多上班族，住在那边的人应该是会被砸伤。被破去的事故发生在车三西时9点外，8节邦南线列车对永宁站开往顶部，这东方向被破去，加在事发当时车内旅客无多，优先座无侪人，现场是无人受伤。捷运公司那个玻璃是不是设计的不是很好？怎么会突然爆掉？不应该发生的，因为那是算公共危险。看起来是蛮吓人的，应该会有点担心啊，因为看照片其实没想过会发生这样的状况。玻璃向家己被破去，引起旅客不安。巴捷公司讲已经接报了后，引导旅客换坐别台车，安排列车回厂登去检修更换。经检修，该片屏风为安全玻璃。经初步检视，碎裂原因应受环境温度变化影响，或长期使用刮痕导致受力不均。尽管上侪原因也等待后续的检查，也毋过甲温差变化比起来有效车推测，人客定定靠伫遐也是行李去弄掉，长期伫玻璃楼下真有的必损，应该都是被破去的原因。裂痕你就可以想谈，它是一个源头嘛，可以那你久了，你只要有足够的力，可以那你去。超过它的那个破坏应力的话，你那个裂痕就会继续长。那长到一定的程度的话，你整块玻璃它就会破掉。自爆的话几率不多啊，就是差不多只有千分之一而已啦，它不会很高啦，但是还不是说完全不会破。有专家分析，强化玻璃家己被破去的机会无悬，也个玻璃被破去进程目睭看袂啥出来，人讲无啥物各样，就惊有任何万一，影响旅客安全。由8节线内的全面来进行车队的检查。记者综合报道。这天气又搁要起变化，气象署是指出讲，今仔日的东北季风变强，中部以北甲东部是会反冷，也若明仔载开始这华南云雨区散过来，嘛会落这短暂阵雨。来听气象署详细的说明。华南雨区持续向东移的情况之下，它的水汽会持续影响到我们，因此在今天的下半天到明天白天这段时间，下雨的情况会相对来说比今天白天再更为明显一点了。所以明天白天在华南雨区逐渐东移的过程，一样在北部地区还有中部山区特别要注意有些局部大雨，而且下雨的情况会比今天来的更明显，范围更广一些。今天的高温大概来到22到24度，中南部大概还有28到30度左右的高温，这主要就是因为它其实下雨情况没有这么的明显，白天甚至偶尔可以看到阳光。不过明天整体来说的话，下雨情况比较明显，连中部南部地区的温度又会下降个2到4度左右，而北东地区的话，相对来说温度感受比较偏凉，整天的温度来到22到23，低温甚至来到17到20度附近哦。气象署是表示讲，虽然讲拜3、拜4这水汽就会减少，也毋过拜5、拜6呢，阁有另外一波锋面要通过，就要等到礼拜无亲这天这水汽才会减少，天气才会豆长好。经济消息来关心的是，这劳动节过了呢，台股今仔日上悬是冲到40711点，这是搁再创下新高的纪录。也那台积电盘中上悬是来到2285块。有专家提醒讲，这市场有可能会出现大震动，甚至短期内会安尼明显起起落落。这同时嘛是检视企业基本面的关键时刻。劳动节连假了后，头一个交易日，台股搁拼新悬，加权指数开盘3万过9228点，起300点，了后20分钟了后，就冲起哩4万大关，盘中搁震动走悬，搁要来到上悬4万过711点，搁拼新纪录。台积电同款开盘就跳悬，了后是直直起去哩，盘中搁要来到2285块。美国4大云端服务公司呢，那提出了这个优于市场预期的财报，那所以呢，激励了美国股市呢。另外还有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呢，因为第一季台湾的这个 GDP 的年增率高达了13.69%啊，那这个基本面的这个强力的支撑。市场对台湾 AI 产业链有乐观的看法。不过，这个时阵，台股伫咧5月下旬特别进行520行情观察期。专家分析，5月半时受到企业财报公布，还有报税影响，市场的波动可能加强，甚至进入短期震动的状况。所以，嘛是检视企业基本面关键的时阵。若是讲基本面有够强、有够韧性，资金行情才有机会继续冲悬。我们从订单来看的话 ，AI 相关的产业链那个
整个的年增率都是2位数甚至3位数，但是传产呢还是有出现负成长。传产的比如说像石化业的、纺织业等等，那整个的还是跟不上这个高科技产业的脚步啦。所以说两极化非常明显。学者就观察，虽望讲美国伫咧通货膨胀的乌影内底，不一个像讲电子产业等等，足一项对台湾采购的数据并无登喐，显示 AI 需求继续甲台湾的实体经济有关，嘛带动市场强强滚。记者综合报道。5月开始就要报税，这台北国税局呢，今仔日早起就有真侪人啊。今年这基本生活费是调到21.3万，比去年搁较加3000块。另外，这长照的特别扣除额今年是调到18万，同时也来扩大人工城市医疗费的扣除范围。现场报税头一天，台北国税局已经有真侪民众排到热堂咧等报税。为着应应报税人潮，国税局嘛开搁较侪办理的通啊，避免民众等上久。像我的妹妹他们都用手机报啊，可是我觉得我还是来这边比较好，我觉得这样子比较有安全感。这一次因为我的抚养亲属的那个要列举扣除的比较复杂，所以我觉得来这边办比较保险。财政部提醒，今年报税时间，敢若到6月初1。不过，今年报税有几个新的制度，都要注意，包括每人基本生活费调升到21.3万，比去年加3000块。若是有民众申请长照，今年买当省真侪钱，因为长照特别扣除额为12万提升到18万，还佫有扩大人工生殖医疗费纳入扣除的范围。不过，要注意的是，目前还佫有病贷收入。今年嘛要缴税，民众可能比较会忘记到说，有一些所得其实国税局是没有办法提供民众查掉的。例如说，我可能私人之间的借贷，我有收取利息，那这个利息是需要自己新增的。台北国税局提醒，常常看到的报税错误的案例，像讲包括厝主甲厝税互人用，收的租金就要厝主家己申报租金的所得，另外买厝贷款的利息扣除额，嘛要家己亲身来写，才会当增加扣除的金额。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看，咱总统赖清德是去拜访史瓦蒂尼，昨昏是去到王家科技园区来听这台湾产业创新园区，也有战略都优则的简报。这同时呢，嘛是2国建交以来规模上介大的计划。后来这赖清德总统又去见这苏国的王母，讲对方的热情，让伊感觉哪像是回去到家己的第2个厝。伊也邀请这王母，搁再来台湾佚佗。We are family。甲镜头比一个大大赞，总统赖清德拜访史瓦蒂尼王家科技园区，为关注富士园区规划，佮听台湾产业创新园区甲战略土优则的简报。这是台史建交以来规模上大的工程合作案，尤其伫国际油价无稳定的即阵，能源安全甲产业布局做伙推测，更加展现这项计划的重要。战略除油槽代表的是因应风险与危机的能源安全以及国家韧性。台湾产业创新园区代表的则是面向未来的产业布局与发展希望。前者守护稳定，后者开创成长。这正是台史2国合作迈向下一个阶段的重要里程碑。We value this partnership deeply, and we look forward to many more years of collaboration and shared success. 谢谢。刷落来，伫当地时间初3中昼，赖总统嘛前往拜会苏国王母温东碧，当面感谢国王甲王母的热情接待，互伊有倒来到厝的感觉。行向前呼查，欢喜开讲。赖总统表示，亲像倒来到第2个厝的温暖，嘛诚心邀请王母搁再拜访台湾一摆。刷落来，前往苏国国际会议中心欣赏迎宾传统歌舞，伫苏王几大位王室成员、各官员的陪同之下，参观展览甲各项设施。甲史瓦蒂尼建交今年是第58档，虽望这段行程一度渐弯，不过无影响台湾走向世界的决心。为稳固能源安全的土优则，到开拓非洲门户的产业园区，搁再到接近基层的农业援助。赖总统这段强调，透过价值、论性、科技这3大优势，加深甲苏国的交流合作。记者综合报道。
看到这回，这罗总统是成功去拜访史瓦蒂尼。美国国务院因是表示讲，这台湾是互人信赖而且有能力的国际友伴，这座访问是例行的，所以无应该互人甲政治化。不过有学者是认为讲，这罗总统这段呢，恐惊是会引起连锁效应。这中国的施压可能会愈来愈严重，台湾面对的考验也会接续到位。在中国的施压抑个封锁之下，赖清德总统成功突破封锁，到史瓦蒂尼访问。翻译过日报的报道标题顶悬就写：两岸伫咧非洲小国比拼意志力，台湾用智慧拼过中国。报道赖总统伫咧争取外交的胜任积极当中成功提分。美国国务卿嘛表示，台湾是美国抑个真侪国家信赖而且有能力的伙伴，讲台湾总统出访史瓦蒂尼是例行的访问，无应该放政治化。外交部处长吴志忠接受法国《世界报》访问的时阵就讲，虽然中国不断咧施压台湾，毋过袂使阻挡台湾成做世界袂当欠缺的一部分。赖总统出访了后，对美中台三方的关系影响嘛值得观察。像讲刷落来就是川西批，中国敢会愈打愈硬，要求川普就爱调整对台湾的态度。抑个11月伫咧中国来登场的 APEC， 咱敢会使顺利参加，拢正做关心的焦点。因为目前两岸关系是相对是比过去更严峻，所以北京对台湾的一些外交的封锁比过去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我觉得台湾要有心理准备，应该会面临一波又一波这个北京比过去更强大的一个打压的这种力道。学者认为，赖总统投出这球变化球，中国一定会想空想胖，要把主场优势摕到转来。台湾面对外交的考验，爱承受压力甲风险，这刷落来一波一波，拢会对得来。As we want to achieve peace, and we love to negotiate, willing to negotiate with the PRC about the peace and stability of the Taiwan Strait, but you negotiate from a position of strength, not of weakness. So having a strong defense is the best way forward. 针对中国对台湾的威胁是愈来愈强烈。我国驻美代表卢大雷接受专访的时阵就讲，台湾愿意甲中国来做对话，毋过咱嘛确保咱有充足的实力，会继续强化自我防卫能力，也阁有社会韧性。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咱海军敦睦舰队呢，是负责外交交流，昨已经去到咱中美洲的友邦瓜地马拉，这也是咱拜登了后，搁再一届的访问，嘛是咱敦睦舰队自2月底出任务了后去拜访的第6个邦交国，这当地的侨胞嘛是真热情来甲欢迎。海军敦睦舰队由大补给舰、半石舰慢慢驶入咱中美洲的友邦瓜地马拉港口，伫华比等台的侨胞会两国国旗迎接，因为这是隔8年敦睦舰队搁再访问外国。En nuestra tripulación han recorrido más de 20.000 millas náuticas, atravesando el Océano Pacífico, el Canal Panamá y el Mar Caribe. 其实这摆敦睦舰队这片航程较远的大敦睦，对2月底启程造访马绍尔，并且2摆通过巴拿马运河，到圣克里斯多福、圣露西亚、圣文森、贝里斯，也有瓜地马拉这6个友邦。也若军舰顶面除了咱国的海军官兵，也有伫海军官校读册瓜地马拉学生，过4年将有转来到故乡。Visitar a mi familia, ya hace 4 años que yo no venía a Guatemala. De la Escuela Politécnica me fui becado a la Academia Naval de Taiwán. Desde entonces no había tenido la oportunidad de venir. Que las embarcaciones son altamente modernas, tecnológicamente superiores, y esto abre el espacio a muchas especialidades de nuestra Armada en Guatemala, nuestra Marina de la Defensa Nacional. 军舰顶面也展示咱国无人机科技，开放外国将领民众登上军舰来参观，加强远洋航行训练。同时，因应中共铺设地带侵扰、油烟转舰的威胁渐渐增加。国防部调整联合作战计划，将原先的离世期3阶段防卫作战架构改做敢若保留离世期，并且增加备战部署、重侵防卫、加持久作战这作为，加战时的用兵指导、加行动规划、演性涵盖变相时状况处理，来提升兵战转换效能。中共它目前所谓长期的战备警巡，或者是一些演习，很可能就是会有有训转战或有演转战的样态。专家指出，过去架构是基于传统战争想象，假设冲突有明确的清关过程。英国近年来强机强舰定定侵扰台湾，加执行联合战备警巡，显示边境界线是愈来愈无清楚。中国军根据情境临时阶段来进行作战，应加强第一时间的反应能力。记者综合报道。
继续来关心，咱立法院即礼拜三就要进行第4届的国防特别条例调野协商。也毋过，即马国民党内到底是要8,000亿，也是讲3800亿加 N， 其实还阁敲袂出一个结果。郑丽文伊是强调讲，其实大多数拢是支持3800亿的迄版。另外一边，这民众党团呢，因即马嘛传出讲，有可能会针对第2批军购来提出8,000亿的版本。也那陈昭祖伊是回应讲，会充分讨论。国防特别条例继续伫咧立法院9日、7日进行第4摆调野协商，毋过国民党内部所野出牛条内搭牛宝，有党中央的3800亿加 N 的版本，还佫有亲中派南委的8,000亿版本，引发基层真烦恼，可能会影响到年底选战，嘛影响到党主席的威信。那黄复兴委员会卡几若天的电话，予南委呼吁支持党团的版本。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初时去哩广播节目佮讲谈话，将来就毋捌同意8,000亿的版本。面对来自 AIT 也好，美国国会议员也好的强力游说，我们也应该很清楚的跟对方说明我们的考量。后面来的军购，我们并没有要反对，3800亿并不是最后的数字嘛。第二文强调，敢若少数人支持8,000亿，真侪哪位拢认为党团的版本无问题，若是有压力，互伊来担。针对哪样2个版本互相纠结，可能要留到初5党团大会来做决定，嘛无排除用投票来表决。当明天的党员大会的话，大家会共同来讨论啊。那至于用什么样的方式，其实都不会排斥。那我想，重点是我们党团。就我们国民党团一定会团结。国民党团要无达成共识，民众党团除了原底4,000亿的版本，嘛传出讲伫咧协商进程会有备案，提出8,000亿的第2个版本，纳入美国可能会公布的第2批军购，能够做专案报告，然后我们去了解，这个是我们最重视的原则。那至于就是说国家需要什么样的这个。军购军力这个内容等等我们党是保持的比较开放的态度。台湾国会的决定，世界都在看。那我们不希望我们最后的这个强化国防条例，给国际一个对台湾不利的讯息，那就是台湾人民并不想要强化自己的国防。针对在野版本意见未合，南北强调一定会达成共识。黄文嘛表示，1.25条的行政院版本，包括对美的军购，还有国防的论性，呼吁调野支持强化国防，唔通甲国际传送错误的信息。记者综合报道。好，再来看这年底就要来选县市长啊！即马这宜兰县的民调也已经出来，是由国民党的立委吴宗宪来对决民进党的县长参选人林国忠。目前甲看起来这拿赢是有小可输挂。那吴宗宪呢，伊是表示讲，伊会继续来推出政见。另外一边，这林国忠呢，伊是讲，其实这拢是参考的尔，会继续来争取选票。吴宗宪动算陈晚会加油！大声喊口号展现团结，南北宜兰县长初选民调已经结束啊！由国民党立委吴宗宪胜出，要甲民进党宜兰县长参选人林国忠对决。将来县政府在人才的禁用上面，绝对跨党派、跨派系、跨家族。我希望宜兰在将来的运作上面，能够政治少一点，民生多一点。我们选出了一位蓝白整合的队长。在未来的这场战役里面，我想不变的是，宗宪就是队长，没有办法改变的是，我们彼此是队友的事实。我们把吴宗宪送进宜兰县。民调的结果显示，若是吴宗宪代表南北参选宜兰县长，吴宗宪的支持度是27.6%，民进党林国忠支持度是28.9%。若南北推派陈晚会来参选宜兰县长，陈晚会支持度21.1%，林国忠的支持度27.5%。南北整合成功要来拼选战，不过吴宗宪若是对林国忠，民调嘛是有点较输。当然，我们的对手林国章，他有总统有院长，然后有各部会首长去一直帮他辅选，所以我不会去抱怨集3000宠爱于一身的这件事，但是我会把自己该做的每一件事情做好。对任何的民调，我们都当作是参考，也是我们鞭策我们的一个力量。那我们当然也恭喜吴宗宪委员在这个民调上是领先胜利甲3月迄份的民调比起来，争差有变少。林国忠表示，目前看起来这份民调的表态率是抑阁无悬，会继续提出更加较全的县政规划，争取更加侪选民的认同。记者综合报道。
国际上要先来关心的是这中东的局势。即马美国总统川普是宣布要展开自由计划行动，派美军去引导中立船来离开荷姆兹海峡。同时，这伊朗也来提出14项和平协议，要伫30天内来停战，而且伊也强调这项计划无牵涉到核武的议题。因为即马真侪国家的商船调伫咧荷姆兹海峡无法度经过，所以美国总统川普伫咧社群平台公布自由计划行动，自中东时间7时半暝开始会来启动，要引导这个船顺利行过海峡。川普强调，这个船只甲中东战争拢无任何的关系，所以承受食米抑个民生物资用了的苦楚。美军会提供安全指引，嘛放掉伫咧护航的过程中，若有人来干涉，美军绝对会互因好看。面对美国的军事动作，伊朗这方面已经公布停战的方案。伊朗的外交部证实，已经送予美国一个14点的备忘录。这备忘录内底讨论的，敢若讲到结束战争的代志，无要讨论核武的议题，嘛强调这份计划需要留1个月的时间，和双方做伙来参详。منحصراً متمرکز هست بر پایان جنگ. مواردی که در مورد جزئیات حوزه هسته‌ای گفته شده مطلقاً در این طرح وجود نداره. 讲到这场战争对经济影响，美国财政部长贝辛特对未来局势是真乐观。受访的时阵讲，若是冲突会收煞，原油的供应就会恢复正常，国际油价嘛会对咧落倒来。若目前机会市场已经有对咧反应咯。We can see in the futures market that oil prices are already lower 3 months, 6 months, 9 months out. 虽然伊朗有提出停火协议，毋过伫伊朗内部嘛是有强硬派的声音。伊朗的议会副议长就放掉，荷姆兹海峡绝对袂转去甲战争以前的状况。若德乌兰即马按算要来修法，计划要来永远禁止以色列抑个美国的船只通过这条水道，其他国家的商船是爱得到许可，爱纳服务费。伊朗收到这个钱，会来强化伊朗的国防抑个基础建设。بسته شده بود ترامپ اعلام کرد باز میکنم این غلط رو نتوانست بکنه آمده الان موضوع محاصره را مطرح کرده یقین بدانید این هم با شکست مواجه خواهد شد。自美国自由计划军事护航到伊朗14点计划，双方的外交先拼先，荷姆兹海峡当伫咧战火抑个和平的12路口。虽然即马市场对油价落价是真乐观看待，毋过德乌兰的强硬派伫咧水道的主权无愿意退让。若是这场战争要收煞，恐惊毋但爱30天的谈判，美伊双方伫咧国家利益抑个区域主权的坚持，恐惊嘛爱互相让步，求一条路。公司新闻郑伟林编译。好，即马因为这场中东的战争呢，和美国甲德国是拍歹交情。川普是宣布要对德国来撤军5000人，而且伊个呛声要甲加重扣税。专家是指出讲，这可能会弱化北约联盟的军力，而且也影响到德国的汽车产业。美国总统 Trump 初二宣布，美国要为德国撤军的人数会超过5000人。德国总理梅尔茨初三接受德国公共电视台专访的时，强调美军是北约军力的核心。也毋过，美国要为德国撤军，毋是新消息啦，嘛免想意外。毕竟前总统拜登有承诺要提供德国政府飞弹，Trump 到今拢无表示。Das hat Donald Trump nie wiederholt. Die Zusage hat er uns bisher nicht gegeben. Also da ist jetzt auch nicht alles neu, was wir in den letzten Tagen da hören. Es wird vielleicht ein bisschen zugespitzt, aber neu ist. 做一个北约的成员，美国目前伫欧洲部署差不多10万的军力，其中德国超过36000人是上济，过来是意大利甲英国差不多1万个，也佫有西班牙3000个。毋过，就算美国撤军，德国也是美军伫欧洲的核心重点。德国境内的拉姆斯坦空军基地是美军伫欧洲的关键设施，负责空运、空投等等的任务，也是北约关键设施之一。当地居民认为美军撤离有好嘛有歹。Hat allerdings auch Vorteile. Das heißt, also das könnte sein, dass es mit dem Wohnraum etwas weniger streng wird in der Gegend. 美国撤军的决定伫北约内部引起不安。2005年，美国已经决定裁减伫罗马尼亚的兵力，即马上新的决定，互北约愈来愈烦恼，这个联盟有可能互弱化。德国内部评估较严重的冲击是，美国也决定取消伫德国部署美国陆军长途火力营，这是为着要操作政府专业飞弹，也有暗用极音速飞弹设的部队。
美军取消这项部署会太减甲罗西亚核惊的能力，就连美国共和党拢认为安尼做是对莫斯科传送错误信号。另外，川普也讲，美国对后礼拜开始会甲欧盟出口去美国的汽车关税，对目前15%提悬到25%。梅尔茨有坦白讲，川普对欧盟直直无批准甲美国的关税协议真不满。Ein bisschen enttäuscht darüber, dass wir in der Europäischen Union mit dem Abkommen von Turnberry, was im letzten Jahr geschlossen worden ist, im August in Schottland, bis heute nicht zu einem Abschluss gekommen sind. Im Europäischen Parlament gibt es bis heute Widerstände gegen dieses Abkommen. 德国真侪经济学家表示，相关的措施若实施，有可能对德国经济甲汽车产业产生大影响。北约成员国当中，意大利甲西班牙已经拒绝予美国使用伊境内军事基地对伊朗作战，这两国互人看作是川普刷落来要处罚的对象。川普也已经表示，未来将有可能会减少这两国美军的数量。公司新闻敬完庆编译。世界卫生组织有证实，有一只对阿根廷驶去到维德角共和国的极地观光船，伫个船顶竟然出现汉他病毒的感染，目前已经有1个确诊，另外也阁有5例是疑似病例。目前6个患者当中已经有3个人死亡，也若有1个人目前是当咧南非来接受动静监护。这世界卫生组织是赶紧来协调医疗资源，也阁有风险评估。由荷兰泛海探险公司经营的极地观光游轮“洪迪阿苏号”登位世界上南边的城市阿根廷乌斯皇亚，前往非洲西岸的岛国为德国共和国。伫经过大西洋的半路中出现汉他病毒感染，世界卫生组织初三伫 X 平台证实，这个事件总共6个人去围着，其中3个人死亡，死亡的其中1个人确诊有汉他病毒。荷兰外交部发言人证实，死亡的3个人当中有2个是荷兰旅客，围着的其中1个英国籍患者当咧南非的加护病房治疗。美国疾病管制暨预防中心表示，汉他病毒主要透过客气动物传播，尤其是接触到因的屎、尿甲喙烂。世界卫生组织除了调查游轮的卫生状况，嘛协调各国协助医疗后送甲风险评估。南非发言人莫哈莱表示，伫游轮顶有1个有疑似病款的70岁旅客已经过身，遗体目前安放伫南大西洋英国属地圣赫拿岛。伫这进前，伊是出现发烧、头痛、腹肚痛甲走饱的症头。伊69岁的某嘛伫船顶出现无爽快的状况，送去南非约翰尼斯堡的病院救治的时不幸过身。根据泛海探险公司的介绍，这只游轮总共有80间客舱，会当容纳170个旅客、57个船员、13个导游加1个医生。大多数的客舱是双人房，部分客舱设有3个到4个床位。南非卫生部的声明表示，这只游轮有150个游客。美国疾病管制暨预防中心解说，感染者可能会并发汉他病毒气症候群、甲汉他病毒出血热病性症候群。死亡率大约是38%。目前无针对汉他病毒的特效疗法。BBC 指出，奥斯卡影帝95岁的金哈克曼，伊63岁的太太洪川贝基，伫2025 3月就是治疗汉他病毒引发的呼吸系统疾病过身的。公司新闻新录杯编译。因来台北市今年初呢，嘛是有传出汉他病毒死亡的案例。最近有民众伫市区看到鸟鼠出现，或者防疫搁再受到关注。有基站的里长是表示讲，若准无配套的措施，安尼鸟鼠的问题恐惊也是无通好解决的。环境部长彭启明伊是表示讲，会要求北市府来公布下鸟鼠摇仔的地点，同时嘛希望地方政府会当跨局处来合作。伫连假这段期间，台北市西门町路边的粪扫桶规拢满满出来，有一寡一个等伫咧涂骹，搁再出现鸟鼠的问题。有基站里长就讲，2023年年初，台北市又搁开始伫路边踩粪扫桶，不过鸟鼠的问题一直拢无解决，若无配套措施，无法度对症下药。去盘点一下哪些垃圾桶每天都是这个热点区应该去优先做撤除的动作。环保局的这个量能确实已经很满载是否应该评估在增设预算委外去找这个环境清扫的公司去协助？路边的粪扫变做鸟鼠的餐厅，饲鸟公的主人也惊讲，因会听不得食到鸟鼠药啊。
对鸟鼠的问题，环境部长片家明讲，以后除了会要求市政府外公布放鸟鼠以外的所在，也希望地方首长启动跨局处合作，想出办法。市府的首长一定要亲自下来开会，然后来督导，然后定期呢跟市民朋友报告，一定要有决心，才能够解决这个鼠患啊。其中呢，包含这个鼠患防治的部分呢，我们过去除了环境的垃圾的处理之外呢，那我当然还有鼠洞的填补，甚至捕鼠笼的设置等等，我们都会跟环境部来做个讨论。医生讲，感染汉他病毒症状甲感冒同款，一开始无容易分辨，可能会出现发烧、胃寒、头痛、肌肉酸痛的情形。若较严重，会有刺激性的症状，像是目睭结膜充血、腰子功能受损，或者是肺炎的症状。伫最近新北市淡水有一个70岁查甫人确诊汉他病毒，因过无明确接触鸟鼠的情形，感染源对倒来，也搁伫咧调查。是老鼠，你没有直接接触到它，但是如果你的环境中有老鼠的排泄物，它引起了一些尘土飞扬，那你吸进去了，或者是不小心接触吃进去，都有可能。对政策这边的本所管理，到专业的病毒防治，消灭鸟鼠，考验县市政府的决策。市民希望会当有长期解决的方法，真正解决鸟鼠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好，除了这鸟鼠以外，也有狗仔的问题。来看有一对葡萄牙甲日本籍的外籍警判，因是骑这 U-Bike 经过台南市安南区的城西街迄带时，互这龙洞狗甲围条咧，因是直直走去到红拿，才总算互警消人员甲找到。加在这人是无安怎？因那台南市动保处是表示讲，目前已经有放人咧掠狗仔，也会定时去甲巡逻。日头请爷爷，龙洞狗拢伫咧假日，啊，毋过便来到下晡，拢会出来乱踅。有一对住伫咧安平区的外籍旅客，暗时6点骑 U-Bike 要往安南区，啊，毋过煞伫咧城西街去互龙洞狗喐来喐去，赶紧打电话报案。晚间20时10分，在城西雷达站后方防风林内寻获一对外籍情侣，所幸2人均未受伤。警方呼吁民众及旅客前往偏远地区活动，应提高警觉。经过警方的搜查，伫咧距离报案地点大概1公里的城西雷达站后壁的防风林内底，找到一对外籍旅客。好佳在因拢无受伤。地方的居民就讲，台南城西文化路防风林这搭有真侪龙洞狗出现，而且拢加规定的足接快，所以经过时阵拢提心吊胆。台南市动保处接到通报了后，已经放人啊要甲掠。文化路迄边都侪。恁遮看迄流浪狗，恁会惊袂啊？像恁骑车啊，三界甲恁叫啊？会啦，加叫嘛较好事。伊即摆我倒摆要过流浪狗啊，哪甲你头自家用的，哪有狗命的？掠伊知影要来掠就袂瘾落掠吼。那动保处以加强运用大型围篱、诱捕笼、麻醉枪等方式，加强捕捉味觉及问题犬，以减少人犬冲突。好佳在这对外籍旅客并无受伤，因那目前动保处是用放人啊来处理，上时嘛展开无定时的巡查，保障民众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来协助这自闭症等等这心智有障碍的族群，台北市议员甲民间团体是来开公听会，讨论要来引入稳性需求标志的制度。有民间团体是建议讲，应该先为这特定的场合来示范，看社会大众接受的程度。破坏组已经加入历史改造优先式，都是为着要扩大服务的对象。不过，甚至有各样自闭症等等外表看不出来的族群，要安怎互人辨识，得到帮助咧？有台北市议员甲民团拜一开公听会，讨论引进温馨需求标志甲设置，希望能减少民众对温馨需求族群的误解甲冲突，理解因的需求。伊可能会叫，也是讲我行行敢若无代志，但是我突然间我就讲足大声的啥，外口的人无了解，那我们希望讲有这个标示啊，也是啥物会用，互大家人搁较了解，搁较包容，讲阮的囡仔是特殊的囡仔。有民团讲，像高雄甲日本都会咧推动，互有需求的身心障碍者挂标志，也是求助牌啊。伫公共场所也是坐大众运输的时，透过标志，互民众知影因的需求。毋过民团嘛讲，标志都爱互有需求的人主观使用，设计嘛就避免标签化，
建议先为交通、学校等特定的场合试办。我是觉得，有的好像日本的那个牌子，那个后面可以写一些字，我觉得蛮适合，因为它可以写说它需要得到什么样的帮助。总体的一个样本来让我们知道说，这个东西下去实际实施之后，对于这个标志的好坏，或者是说我在实际上面的使用，在捷运是最多的，捷运或医疗体系或者是图书馆，我在使用上面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状况？民团甲议员拢呼吁台北市政府都要重视有稳性需求的族群，推动配套制度，促进民众互相理解甲包容，互社会愈优先。记者郭正阳、谢桂林台北报道。其他县府原底是有规划9条学生专车的路线，也是有这个公车的补贴。也毋过最近这几天来呢，是因为司机人都无够用啊，所以今年9月开始，这9条路线都会分阶段来停驶。有部分家长甲学生是烦恼这通勤的权益，恐惊是会受到影响。诚侪学生放学拢坐公车登记，不过宜兰的学生以后恐惊会拄到无车通坐情形。宜兰县政府规划本来9条已经列入市区公车的学生专车路线，今年9月开始会分阶段停驶，头城所有偏远地区的学生家长正头疼。是如果有公车的话，我会搭公车，我不会选择走路。如果取消会被影响很大？如果9月份真的停止这样子？我会觉得有点不太平衡。公车要从我们家搭公车搭到罗东，再从罗东转公车到这边，就变成很不方便，最后变成我只能自己接受。有民代受到家长定情，讲这款路线停驶，家长阁无法度去接受，囡仔上下课真无方便，希望县政府会当点心思考。在经营不善跟司机短缺的问题，那在我认为是目前这样子转嫁到学生的一个就学的一个方便性的话，我想这是蛮严重的一个冲击啦。民代讲，业者因为无司机、无材料经营这款路线，因过县政府无应该把问题转嫁给学生，影响基本的上下课权益。县政府应该更加积极甲业者沟通协调。因过县府讲，除了市区公车，各立高中职也应该有责任规划校园内的学生专车，照顾学生上下课的需要。这个事情，我们其实上从上学期一直到下学期，那也都跟学校这边来请学校协助了啊，能够以专车的方式来服务。县政府讲，去年就发文通知辖区内高中职，自9月开始的分阶段停驶9条路线。第一阶段会先停驶迄个有其他市区公车会当取代路线，伊若无法度取代路线，会甲业者协调，暂时继续经营。县政府也规划5条南方湖到罗东的新路线，按算2月开始评选，若顺利，到时会当提供学生上下课的服务。记者综合报道。伫花莲的凤林，有农民发现讲，因辛辛苦苦种的这个姜，竟然互人家乌一大片去。报警才是抓到2个嫌疑人，这嫌犯的乌这个姜了后，卖掉换现金，而且竟然是提去卖毒。熄火！熄火！大声！太针对我，太扯了吧？为什么？好，配合，好不好？干嘛？我趴下，先趴下。互警方抓来这台轿车驾驶无啥啥，唔知影讲伊在这个姓庄的查甫人，互警方缀几落工啊，伊涉嫌偷乌青姜去卖，再搁卖毒。因偷乌的姜是藏伫咧另外一位姓韩的嫌犯厝内，警方去查，因也搁否认。我不知道，他就没讲啊，他就放这边已经放2、3天了，因为他一直说他要拿去卖掉。这是什么的吸食器？案件发生伫咧顶个月，花莲凤林镇有农民甲警方报案，讲伊种的青姜半暝规大片都互人偷乌去，差不多损失2500台斤。警方接到报案，成立专案小组调查，发现嫌犯偷乌青姜去卖，再搁去卖毒，查到2级毒品伊托米酯甲食毒的器材。调阅监视器，比对犯案动线。迅速锁定犯嫌2名，并发动搜索，起获盗窃生姜及毒品等证物。全案依窃盗罪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种姜的农民讲，这马青姜市场的价上1公斤差不多170到200，无想到讲煞着贼偷。警方讲，这马入袋青姜差不多只敢剩400多台斤，其他拢互嫌犯卖掉。案件已经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警方申请羁押禁见。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这桃园机场检疫犬的宣传海报呢，最近是真清。这机场是提醒旅客，检疫犬伫接近的时，唔通近距离甲翕相，才袂影响到狗仔上班。
这狗仔会讲紧，毋过看起来嘛是够足古锥的。顶悬写讲，莫讲你毋知，动物是物的制品，你无要申报许。这张海报搭伫咧机场，声袂少人的眼光，大家拢加看一眼呐。伫咧网络顶嘛已经穿起来啊。那你觉得它这个宣传效果怎么样？应该有狗的话，注意力会比较高吧，比较容易被看到。这个海报你觉得怎么样？中文母语者会知道说，可能那个吸就是指会有狗狗要闻身上有没有不该有的东西，但是可能对于国外来的可能不知道这个谐音梗嘛。互检疫局来做宣传海报的主角，这个海报拢是机场检疫站的同仁家己设计。若机场的检疫站表示，桃园机场伫咧旅客入境的时阵，常常看到无共单位的宣导，因希望用更较醒目的方式辅导旅客做动植物的申报，才袂罚罚钱。在桃园机场服务的检疫犬呢，在去年一整年查缉到的量呢，大概查缉到7000件的检疫物，那大概是3800公斤。检查行李发现腊肉，工作人员当咧甲检疫犬训练，除了来侦测肉类，也佫有菜色、果子、种子等等。目前派伫咧桃园机场的检疫犬有25只，去年总共装到7000件的案件，嘛提醒旅客，这个狗仔咧做工课的时阵，唔好去甲因搅吵，唔好要去甲因翕相，才袂影响狗仔做事。记者综合报道。下晡晡的天气，稍落来继续甲时间交互糖啊。今仔日受到锋面通过甲东北季风增强的影响，中部以北、东北部甲东部天气反冷，台湾北部、东北部地区、中部山区甲金门、马祖会落地阵雨，也是雷公雨，嘛有部分地区可能会落大雨。以上就是这则中岛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相会。